被拿到大水期的时，水库拢强要大底。不过中央大学有发现讲，就算台湾水情硬倒的时阵，桃园新屋海岸的地下水出水量同款是真济，一年有1亿吨遐济，大概是足门水库一半的量。未来可能会当研究讲，要安怎运用，才袂伤害环境。石门水库持续降低，目前欠水率7100万吨，欠水率差不多34.8%。今年春雨雨水比历年平均较少，桃园一工民生用水120万吨，翻新是由翡翠水库调供每工77至81万吨。另外，农业用水嘛欠水3成，现在已经顺利完成纯净内产用水的供应。从去年的11月进入枯水期到3月为止，确实降雨量的部分是历史平均值的差不多4到5成，略微偏低一点。因应气候变化冲击，石门水库水情定定正暗。中央大学地球科学院团队伫新屋临海工作站透过污水井调查发现，新屋海岸大地下水出流量真丰富，每工流出量差不多1亿吨，相当是半个石门水库的水量。地下水出流量非常丰沛，整个盐水器呢也被推到外海100-200米，所以在海滩上面的井呢，基本上是滞留井，而且是淡水的出流。这次的研究，我们用物理的模型，然后去估算它的这个出水的量，那再去乘上它的这个截面积之后，我们可以得到一个大概每天30万吨的这个出水量，未来是可以作为这个水资源的一个使用，是有这个潜能在。中大研究团队表示，研究团队用正水井深入地下100公尺，发现抽出来也是正水。总共伫2021年做断挖期间，拄到台湾56年来上界严重的欠水危机，地下水的出流量也是真丰富。未来会当做水资源使用，不过安怎抽水开发，才会造成海水入侵，也甲地层塌落去。这牵涉到政策、科学甲工程真侪挑战。另外，还佫兼顾出海口生态平衡。记者综合报道。